唔知大家平時去飲茶或者食飯，有冇留意到身邊總有幾個朋友一坐低就要睇住個血糖倒數，甚至乎自己每次見到份體檢報告，見到空腹血糖嗰個數值高過正常水平，心入面就真係當堂嚇一跳，然後得個笑。今日我想同大家講一個真人真事。我有一位老友記，佢之前體檢嘅空腹血糖值一度升到去9.8，醫生都話再咁落去就真係要開始長食藥，甚至打針。但係佢個人好硬頸，聽完之後痛定思痛，一邊跟足醫生建議，一邊喺日常飲食入面痛下苦功。結果你估點樣？幾個月之後，佢嘅血糖由9.8直降到去4.6，個人精神晒，面色紅潤，連醫生都話佢控制得非常之好。佢同我講，其實最幫到手嘅，除咗適量運動之外，就係佢喺餐桌上面加咗3樣好普通、好平，但係俾人稱為天然胰島素嘅神級蔬菜。只要你食啱方法，唔單止血糖穩如泰山，分分鐘幫你慳返一大筆睇醫生同買藥嘅醫藥費。好多人一聽到血糖高，第一時間就覺得呢樣唔食得，嗰樣唔食得，成日食到人生冇晒樂趣。其實大自然已經留咗好多寶物俾我哋，而今日要揭秘嘅第一樣降糖神菜，就係我哋平時去街市行過路過都經常見到嘅苦瓜。一講到苦瓜，好多後生仔可能即刻耍手擰頭，覺得佢苦巴巴，有咩咁好食？但係喺中醫同埋現代營養學嘅角度入面，苦瓜簡直就是一個寶。香港人最中意講科學，咁我哋就用科學數據嚟講，苦瓜入面含有幾種非常獨特嘅成分，其中一樣叫做苦瓜素，亦有人叫佢做植物胰島素。呢種成分嘅結構同我哋身體入面嘅胰島素非常之相似，佢可以幫助我哋身體嘅細胞去加速利用血液入面嘅葡萄糖，從而達到降低血糖嘅效果。另外，苦瓜入面仲含有苦瓜皂苷，呢種物質唔單止可以降血糖，仲可以幫助保護我哋嘅胰島細胞，等佢哋可以正常運作。我嗰位老友記以前餐餐都要食肉，後來佢聽人講，每日將半條苦瓜洗乾淨，切薄片用嚟白灼，或者用嚟炆排骨，甚至係將佢打成苦瓜汁飲。不過呢度要提醒大家，如果你真係怕苦，切完之後可以用少少鹽揸一揸，將啲苦水淌出嚟，再用清水沖乾淨，咁樣食落去就會好好多。食咗大約1-2個月，佢發現自己食完飯之後嗰個血糖波幅明顯細咗好多，唔會好似以前咁食完飯就累到想即刻瞓覺。呢個就是苦瓜發揮咗平穩血糖嘅威力。講完苦瓜，我哋再嚟睇第二樣神菜。呢樣嘢平時大家食日本嘢、食中菜都一定會見到，甚至乎好多人煮麵都中意加幾粒。佢就係番茄。番茄入面最出名嘅成分莫過於番茄紅素。你可能會問，番茄紅素唔係用來抗氧化、對皮膚好或者對前列腺好嘅咩？點解會同降血糖有關？其實現代醫學研究發現，長期糖尿病或者血糖偏高嘅人，身體內部往往處於一個慢性發炎同埋高氧化壓力的狀態。而番茄紅素係一種極強嘅抗氧化劑，佢可以有效清除身體入面嘅自由基，減輕胰島細胞嘅壓力。當你嘅胰島細胞唔使承受咁大嘅壓力時，佢哋分泌胰島素嘅功能自然就會提升。更重要嘅係，番茄屬於低升糖指數嘅食物，即係我哋平時講嘅低 GI 食物。香港人生活節奏咁快，好多時喺出面茶餐廳食碟叉燒飯或者乾炒牛河。嗰啲精製澱粉質會令到你嘅血糖好似坐過山車咁直線飆升。但係如果你喺餐前食一個生番茄，或者喺餐單入面加入番茄煮豆腐、番茄炒蛋，番茄入面豐富嘅膳食纖維就可以喺你嘅胃腸道入面形成一層保護膜，減慢身體吸收糖分嘅速度。我嗰位血糖由9.8降到4.6嘅朋友，佢其中一個秘訣就是每日下晝3-4點肚餓想食下午茶嗰陣，絕對唔會去買蛋撻或者菠蘿油，佢會選擇食一個大番茄或者10幾粒小番茄，咁樣唔單止有飽腹感，唔會亂食雜食，仲可以補充大量嘅維他命同番茄紅素，真係一舉兩得。接住落來要介紹嘅第3樣神菜，佢個名聽落去平平無奇，但係喺養生界佢被譽為素中之王，亦有人叫佢做血管嘅清道夫。呢樣嘢就係黑木耳。好多人知道黑木耳可以清血管、降膽固醇，但係原來佢對控制血糖同樣有神效。黑木耳含有極其豐富嘅木耳多糖，呢種物質經過科學實驗證實，可以明顯提高身體對胰島素嘅敏感性。
好多二型糖尿病患者其實身體唔係分泌唔到胰島素，而係出現咗胰島素抵抗，即係話身體雖然有胰島素，但係細胞對佢冇反應，唔肯開門俾糖分入去。而黑木耳多糖就好像一把潤滑劑，可以幫細胞把鎖查反啲油，等胰島素可以輕易打開細胞嘅大門，等血液入面嘅糖分入去轉化成能量，咁血糖自然就會跌落嚟。再者，黑木耳嘅水溶性膳食纖維含量高得驚人，佢可以喺腸道中延緩碳水化合物嘅分解同吸收，等餐後血糖升得慢一啲、穩一啲。我朋友最中意嘅食法就是用黑木耳配埋少少瘦肉或者青椒一齊炒，又或者做成涼拌黑木耳，落少少醋同埋香油，食落去爽口得嚟又開胃，特別適合夏天食。講到黑木耳，呢度有一個非常之重要，全香港人都一定要知嘅安全知識，因為呢幾年無論係香港定係內地，都發生過唔少因為食黑木耳而搞到嚴重食物中毒，甚至要入 ICU 生命垂危嘅悲劇。呢個就係大家最近成日聽到嘅黑木耳中毒事件。好多人以為黑木耳本身有毒，其實唔係。黑木耳本身是完全無毒嘅，問題係出在浸泡嘅時間上面。我哋平時買返嚟嘅黑木耳通常都是乾貨，煮之前一定要用水浸發。如果喺室溫，特別係好似香港夏天呢種又濕又熱嘅環境入面，你將黑木耳浸超過4個鐘頭以上，甚至乎浸過夜，木耳表面就會滋生一種叫做椰毒假單胞菌嘅細菌。呢種細菌會產生一種極之恐怖、毒性非常強烈嘅毒素，叫做米酵菌酸。呢種米酵菌酸最可怕嘅地方有2點。第一，佢非常之耐熱，你就算用100度嘅滾水去煮、去燉、去炒，都完全破壞唔到佢嘅毒性。第二，佢目前喺醫學上係無特效解毒藥嘅。一旦食咗含有米酵菌酸嘅黑木耳，毒素會迅速攻擊你嘅肝臟、腎臟同埋大腦，引起多器官衰竭，致死率非常之高。所以大家想食黑木耳嚟降血糖，一定要記住以下嘅金科玉律。每次浸木耳1到2個鐘頭就絕對足夠，千祈唔好浸過夜。如果你真係想提前準備，請你一定要將佢放落雪櫃入面低溫浸泡，而且時間絕對唔可以超過24小時。如果發現浸完嘅木耳摸落去發黏變軟，或者聞落去有陣怪味，唔好自作聰明以為洗乾淨煮熟就冇事，一定要即刻揼咗佢，千萬唔好因為慳嗰幾蚊，猶豫自己條命嚟較量。話說反轉頭，我哋控制血糖最緊要係明白一個道理，飲食調理係一場持久戰。我呢位朋友之所以能夠將血糖由9.8控制到4.6，除咗每日食呢3樣神菜之外，佢整體嘅生活習慣都做咗好大嘅改變。以前佢收工之後最中意同班同事去大排檔食宵夜，飲冰鎮啤酒，食炒蜆、椒鹽、九肚魚，再加幾碗白飯。呢啲飲食習慣對於一個血糖偏高嘅人嚟講，簡直就係將自己推向深淵。自從佢決定要改變之後，佢第一步就是戒咗所有含糖嘅嘢飲。香港人好中意飲凍檸茶、凍奶茶，仲要少甜。但係你知唔知茶餐廳嘅少甜其實同正常甜冇咩分別？嗰一剔糖落去，你當日嘅糖分攝取量就已經超標。佢將所有嘢飲換成無糖嘅綠茶、普洱茶，或者直接飲溫水。如果真係想有啲味，佢就會用番茄或者苦瓜泡水。另外喺食飯嘅順序上面，佢都跟足咗營養師嘅建議。以前我哋食飯習慣1口飯配1口意，最後先飲湯或者食菜。但係想降血糖，呢個順序一定要倒轉。正確嘅降糖進餐順序應該係先吃蔬菜，特別係好似黑木耳、苦瓜呢類膳食纖維豐富嘅菜，食到大約50%飽，然後開始食蛋白質，即係豆腐、雞肉、魚肉或者瘦肉。最後，當你已經有咗7-8成飽腹感嘅時候，你先至開始食澱粉質，即係你碗飯或者麵，而且碗白米飯最好換成糙米飯、燕麥飯，或者加咗藜麥嘅雜糧飯。點解要咁做？因為先吃入去嘅蔬菜同蛋白質會喺你嘅胃入面築起一道防線，減慢之後澱粉質轉化成葡萄糖並進入血液嘅速度。我朋友話，自從改咗呢個進餐順序，佢發現自己食完飯之後冇咁容易眼困，呢個就是血糖冇大幅飆升嘅最好證明。除了食之外，好多人忽視咗運動嘅重要性。我朋友由9.8降到4.6嘅全套方案入面，有一項雷打不動嘅規矩，就是餐後散步。
好多人食飽飯就即刻坐喺梳化度睇電視或者撳電話，咁樣你食入去嘅糖分就會全部堆積喺血液入面，最後變成脂肪儲存起來。我朋友做法係，無論邊一餐，食完飯之後休息15分鐘，然後一定會出門口散步20分鐘到半個鐘頭，唔需要行到大汗淋漓，只需要保持一個可以正常講到嘢嘅節奏就行。餐後呢段時間散步，可以直接動用你肌肉入面嘅糖原，將血液入面嘅葡萄糖消耗掉。呢個方法對於控制餐後2小時嘅血糖極之有效。講到呢度，可能有些朋友會問，既然呢3樣蔬菜咁神奇，叫天然胰島素，咁我係咪可以即刻停晒醫生開嘅血糖藥，以後淨係靠食苦瓜、番茄同黑木耳就得啦？呢度我必須要用最嚴肅、最直白嘅態度同大家講，絕對唔可以。大家一定要分清楚輔助調理同醫學治療嘅區別。我朋友之所以能夠成功，係因為佢當時處於糖尿病前期，或者佢是在一邊配合醫生藥物治療嘅基礎上，透過飲食同運動令到血糖降落嚟，最後經過醫生評估先至慢慢減藥嘅。如果你已經確診咗糖尿病，而且醫生已經開咗降糖藥，或者需要打胰島素，你千萬唔好自作主張停藥。因為每個人嘅身體狀況、胰島功能嘅受損程度都完全唔同，呢啲神菜可以幫你嘅身體減輕負擔、提高藥效，但係佢哋唔可以完全取代藥物。最理想嘅做法是你保持健康飲食，當你發現自己嘅血糖真係越來越穩、越來越低嘅時候，帶埋你嘅血糖記錄去覆診，等醫生幫你決定係咪可以減藥或者停藥。事實上，只要你將呢3樣蔬菜融入你嘅日常餐單，你會發現自己不知不覺間慳返好多錢。你想一想，而家喺香港睇一次私家醫生，連埋藥費隨時要幾百甚至上千蚊。如果血糖控制得唔好，引發咗併發症，好似視網膜病變、糖尿病足或者腎功能受損要洗腎，嗰種經濟負擔同心理壓力真係會拖垮成個家庭。相反，我哋去街市買一條苦瓜、2個番茄、1包乾黑木耳，加埋可能都唔使30蚊，但係佢哋帶俾你嘅健康價值卻是無價之寶。我哋再深度拆解一下呢3樣神菜在烹飪上面嘅技巧，等大家可以食得健康之餘，又可以照顧到屋企人嘅胃口。首先講苦瓜，香港人好鍾意食苦瓜炆排骨或者苦瓜牛肉。炒苦瓜嘅時候，記得要大火快炒，唔好煮到太爛。因為煮得太久，入面嘅維他命同部分有效成分會流失。如果你想做涼拌苦瓜，可以將苦瓜切成薄如蝉翼嘅片，放進冰水入面浸15分鐘，咁樣可以鎖住佢翠綠嘅顏色，而且食落去非常之爽脆，苦味都會大大降低。至於番茄，好多人鍾意生食，覺得咁樣維他命海最豐富。生食番茄確實可以補充維他命海同埋膳食纖維，對於餐前墊胃非常好。但是如果你想吸收更多嘅番茄紅素，就要將番茄煮熟嚟食，因為番茄紅素係一種脂溶性嘅物質，意思就是佢需要脂肪嘅幫忙先至可以更有效地被人體吸收。所以用少少植物油去炒番茄，或者用番茄嚟煲牛肉湯、煮豆腐，煮到番茄變軟，出晒紅色嘅汁液，呢個時候番茄紅素嘅釋放量係最高嘅，身體都最容易吸收。我朋友最常用嘅做法就是用少少橄欖油將番茄煮成濃湯，然後加入豆腐同埋鮮魚片。呢一碗湯有優質蛋白質，有膳食纖維，有番茄紅素，而且碳水化合物含量好低。飲完之後血糖平穩，個人又飽肚。最後講到黑木耳，除咗要注意浸泡時間之外，黑木耳嘅搭配都好有講究。黑木耳同洋蔥係一對絕配。洋蔥本身都含有可以刺激胰島素合成同分泌嘅物質，同時仲可以軟化血管。將黑木耳熱水焯熟之後，撈埋切絲嘅生洋蔥，加少少優質嘅生抽、陳醋同埋少許麻油，做成一道涼拌雙耳洋蔥。呢道菜唔單止口感層次豐富，而且對於降血糖、降血壓、降血脂有3重功效，堪稱係3高人群嘅救命菜。控制血糖嘅路上，最怕就是行錯路、信錯偏方。坊間有好多傳聞，話食某某秘方可以1個月根治糖尿病，或者買幾千蚊一盒嘅保健品就可以唔使控制飲食。大家千祈唔好交呢啲智商稅。你想一想，世界衛生組織到依家都未宣布糖尿病可以完全根治。如果真是有嗰種神仙藥，發明嗰個人一早就攞咗諾貝爾獎啦，點會喺網上鬼鬼祟祟咁賣廣告？真正有用嘅方法，往往都是最樸實無華嘅。
就係好似我朋友咁，腳踏實地，由每日嘅三餐做起，將苦瓜、番茄、黑木耳呢啲實實在在嘅蔬菜食落肚，配合同醫生嘅治療，再加上適量嘅運動，可能有些人會覺得要天天留意住自己食乜，人生好似好有約束，好唔自由。但係我想同大家講，短暫嘅克制是為咗換取長久嘅自由。當你見到自己嘅血糖由9.8、8點幾，一步一步跌返去7點幾、6點幾，最後穩守喺4.6呢種最完美嘅水平時，你心入面嗰種成就感同安全感係任何垃圾食物都俾唔到你嘅。你會發現自己睡眠質素好咗，日頭返工精神咗，連體重都減輕埋，成個人好似後生咗幾歲咁。健康係一筆最好嘅投資。而買呢3樣神菜就是你回報率最高嘅投資項目。希望今日同大家分享嘅內容可以幫到各位正在為血糖煩惱嘅朋友，或者幫到你屋企嘅長輩。記得由下一餐開始去街市轉個圈，買齊呢3樣天然胰島素，用正確安全嘅方法食落去，一齊向健康邁進。